无力量，咱毋是心所作所过嘅人。咱今日到这个世界贪钱有，什么人无贪你讲讲？什么人无欺负你讲讲？什么人无欺你讲讲？什么人无？啊，无贪你钱掠手者，我离开了都泰国，如果你们没有都混拢吼，是我身边来啪，你现在无贪你钱，变咗佢人贪你钱，就係打曬我掠手嘅，我係掠手，大家都講嚟講講破這經驗啦。所以，咱來到這個世界，每一個人有這物件，咱做人做嘅有。是啊，到这个世界，你一定慢慢顺服，你有做这个问题无？所以不得你有多完全别人对你过失，我想过过失就是给你亏咯。哦，到社会啊，你记得哪？闭嘴，记得看咯。第在世，过失会300年嘅在世。第二个发生第三个故事，是毋是啊？迄毋是咧开路吗？所以今日大家都有问题，毋是大家无问题，因为咱今日就是有问题，咱咧哪会做这项？哦，在世发生，咱会得每时继续做，咱这条路好行。你这项话，你讲你这个人完全在世发生，每时这条路无咧走，无拢无咧行，你讲你想法做好，我为什么信？你骗我。咱今日在世，咱也无在世，也无发生，也无注意死。咱无失败好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所以呢，靠一摆，面对一摆，既然咱讲，迄个面对，就是一直巩固，你巩固咱这个心，互咱这个心有力量，成人的好好。我们一个摆，我们前面，我要找你，给了他背两条，咱前往较早咧背两条，做背啊背40分。较早人讲着的时阵啊，就迄个叫做袂背，伊会悠悠。哦，我要去做背啊，我无办法。即马做要去做背啊背，即马毋是做背啊，伊咧行时间即物件，伊物件40分。现在讲，伊不能这事，一定有人用的，它是可行性而已。因为伊有法度去突破，伊有法度去行时间。我拢行时间去，伊然哪来？因为伊当时对土方面还是白，伊也不能讲，通用呢，对6.7，哦，对7.半，刚刚对6.7，对6.7，6.7刚刚是6.3，好，你看，啊，不行啊，我爱去爬山嘛，为什么关呢？迄种卡出去紧嘞，迄去到迄心脏、迄山洞，拢要跳出来嘞。迄真正吼，迄真正袂过瘾嘞。这个是会来用，会不了。我咧讲话，我咧读书用，然后讲个是。现在一礼拜爬山变两摆，训练的会有量。今日你做不了过瘾，含因一个去到遐拢无听闻，一般是开。调气，哦，今日受到这场面，这波是来训练的。你若惊来考，你这心中永远无人，我无骗。所以咱天的三宝、人的三宝、道的三宝、地的三宝，咱人精气神气若贯通咧，今日叫无骗。因为咱的气。血气无衰，有迄是重要。血气无衰啊，你会变为明星。怎讲？呀，我真是，看大家要巧你，闯袂出来，闯黄黄叫，对嘛叫闯起来，只要心中无力量，因为你气拍袂通，气拍袂通了后，这人就百变明星。怎讲？因为伊迄个气无通。因为你那个气喘，足喘，迄个气心中就出条毛发，迄个拍你上。伊我而家拄着一个，因女名听着，伊咧讲，本来伊爬到我无信心啊。我若要爬山，我40外我就死啊
进人几岁，人个天月我暗无下去。伊讲我若要算我40几岁死，我是一个公务人员，你看领导，别可能这个我算难，公务人员，你说什么？我唔是讲讲啊，我是讲迄个人啊，哦，咱修行都袂使有这个物件，所以这就是先让人讲物件，就是因为你今日这个，你今日这个心中，咱心中就是因为咱身躯的这个推动你的血液、你的气这些转变的，因为就像咱的读道，咱修的这个心哪发不起来，你没有花心。你想得到，你想到我拢偌真正，我哪见啊？想到我袂记，含咱听歌都袂听咧，含咱做音乐都无爱来咧，含咱开车都无爱来，含咱做些物件都，在生活生活时拢无爱做咧。你甲我你做心心，你做咩？敢是安尼？所以真正，咱一定要行，一定要行入，所以一定要行。但是你会去是对，教阮，欢喜心教阮。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代志，他们把跟别人做，所以呢，正果就是讲你要有真正实实在在要去行，不需要嘴巴讲讲。好，正叫做正统合法，现在公告正统合法。哦，所以呢，从第15分开始的，25分开始就是练相信一下，恒心。就变恒心，恒就是这些恒无条，因为你上若无理这心恒无袂条，因为你就上这心做条无袂条。你看，咱看啥物大，我这大是上，我这无去上，较早用钱啊，别来用钱，我再来讲是，我去收地我一家付几个下，即嘛，那想咧，那像迄个在那，要开迄个乌鸡公诶，开迄个收，多咧，我今日付几项，你还先算下付几项，所以当然这不该容易，但是因为咱到这意境来，咱对不上这公益上，你这公益上，你这修，你火不断，恋人火不断。你修到不了修到，修到不了修到，所以无天开咱话早讲的，说无题，先是写出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因而运输，第二个因何相互其心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呢，不得理公平，你第3分对这开始，因为对他无理性开，所谓的重心，就反省就开始就实证到对项目医生，对社会毋是对安全，因为这个心若当相助，你若当协助项目的一切梦想这种物件，伊是安全。伊获得东西伊是过来人啊，伊咧问伊对头前问咱，那获得东西对后来开始过啊，因为获得啥这个事啊，因为咱是上山人，要问下山人啊，是不是呢？因为山顶水面嘅一做清楚，所以今日你回头来讲啊，一切就清，伊个讲啊，诸菩萨并不是好医生啊，一切就清机理，有人性的人性有细菌的发生，并不是好医生啊，他就是对，因而定住，因而好医生，安听无？苏婆田当然是因而定住，因而好医生。不得就是第3个，他对他们医生甲解释得当然，一切众生之类，诸菩萨菩萨并不是好医生，有乱心的、开心的、坏心的、失心的、优秀、优秀的、无效的、优秀的、无效的、非优秀的、无效，这就是伊公演13分伊讲的物件。所以呢，等于这部经典，咱我早头讲的。欢朗表，因而应注，云何相互其心？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发现，新概念是系统中拢咧演说这两个问题。所以说，你讲嘛对，第1分到55分来，
对是无咧建设这个问题。3600世界7啦，袂当伊受期望上资金乃至数1.5参与开始攻击啦，伊为什么讲？伊就是叫你优秀、获悉有限的故事，叫做呢指手故事。你这个获悉，你只要先按做好势，你只要先按好势，所以呢得标。好，讲非常很讲，叫做无执着相的故事。咱道经内底无做几条去信啦，绝对不要去信。他说我们讲这些说，方面，咱大过新闻一直比较吼，啊，就来加轻面，讲吼，应该咱一贯的文化，但是那想的对，我轻面，对，都比较轻面。你若去到庙市行500块行300块600块轻面，当时安尼去到贵个店秘密嘛。一贯的，你去到这个建筑400间建筑，你到第3都无信，你讲对一个所在有决心的人完全，所以叫做妙想无助，妙言无助，叫做不执着相的故事。我一定故事，这个功德胜过3000大千世界7倍。那安尼，你叫做哪？如是获悉，如是获悉。用清净获悉，用自性获悉，如是获悉就叫做用自性获悉，这叫做从虚空看境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今日这部经典到尾就是讲叫做用着自性获悉，咱讲的，以用自性来降伏一切，用自性来安住一切。我想讲，为了他听来，我们都要对不对？那么会若关的往不来对不对？你的地位若走出来，你无能就无钱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地位那你要靠的，你往着来对不对？他对你就是安尼嘛，迄民间酒的，咱酒的啉啉的吼，咱行来海，讲袂使啦吼，啊酒也无啉啦吼，啊行来清清，啊酒也啉的啊，行来海。我偏路，我路边啊当到路，咱菜啊大车，讲一个讲食水食倒到迄个啊，倒到迄个人行道啊、机车道，去后一只迄个大车行啊无过，新的，我靠，我就想讲，我就死，伊路边路边当做伊，所以咱重心就是点，这个得力啦吼，所以呢，伊讲安心理想，如来慈悲开示我们，你甲讲的时阵甲讲，他我不相信，爱一切想，安住真心，要安住真心，就使伊接着是必须把你内心，心内心外五执五角执，无所有自作，安尼就安住会了啦五执五角执，金刚经里头人讲，欲心出相，即着妄言将伊实现；欲处法相，即着妄言将伊实现。所以讲，欲处非法相，即着妄言将伊实现。是讲，你就求，是你讲，你就对我说法，无法如讲，发生影响的部分。这已经讲天两分讲。所以因为到我想，我执甲执，即拢袂使执。我执，就是阿罗汉；我执就是执菩萨，都袂使。如果若执就执起来，你行阿罗汉你就对得对。你安尼就无重心啦所以要有无所自觉，安尼你的真心大放空来所以到这个叫做觉悟，叫做解放嘛觉悟也就是解放这个含心理想。相信一定要理想，理想，你一切诸相，就哪些名啊？你一切，你一切诸相，就名词。这金刚经第两个讲着讲咱第17
吼，所以活俗应用互你内心的行动面吼。所以你一切俗，而且要有就近，救命一切俗吼，但安住之心，我是发心，拢是咱啊家己之间自心无处，那安尼当中，咱会当真正救得安住。这到了正道的时阵，这两个问题跟高经脉络，这两个问题，原来因从娱乐社会其实就是金毛经为何怎么脉络，拢在环绕这两个问题吼，环绕这两个问题吼，所以咱一定来看见这个点就是所在，所以伊叫咱这个心会使出，哦，叫咱会使进活俗，所以咱一定要破俗，哦，破俗。入俗、破俗啊，变是俗，元气叫做俗，成空叫做破俗。而破俗了后，到见到了你真正有来是俗。这上对不对？这上对不对？文艺上上对，不离文艺上嘛，破俗、破俗吼，那叫做破俗，破俗。所以回归了清清净净的是俗，伊是回归了是俗，本来就是伊然后本来就所自然的样，这个叫做本来面目，乌帮的本来面目就是咁，按道理，咱的自性就按这个乌帮相相嘛，对不对？你写一大堆，就是你外口了出来，野生的物件，但是你了出来，你都调的，啊，你就无法度让它过去。所以整个乌帮写袂落，咱内底底甲底袂落。哦，80年、50年、30年还是按记这个底，我都归零，你办法归零啊？零叫做清净法身啊，零叫做清净无染啊，零才能够从虚空变法界啊。但是咱无法度，没有办法，有没有办法会讲？哦，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这个应该是应该是照顾金刚经的道理，这是道理。好，所以按心理上，理想导先，理想导先的上现在是小有决议吼。这师傅呢，哦，咱就这样讲的是，这方面的小有决议啊。师傅呢不云何，这变成温文了吼，咱都这个两个吼。师傅呢，你的心理为怎样？你的心理如何？哦，我咧问师傅呢，师傅呢，师傅呢，你的心理，你的心的意境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哦，来去看咧。哦，逆境不为如来作实验，我当度众生。即为着讲，师傅呢，你唔通有一个念头，我这个如来有咧度众生，就简单讲，伊所你来讲，所你来你来讲，哦，啊，迄个今日，你唔通认为我这个助理有咧度众生，安尼讲有意思，做比喻嘛吼，做比喻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你无了解我，你唔通用你的思想来切度我，安尼对。安尼对了，吼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讲，逆境不为如来作事，你唔通认我这如来你生的念头，我来就是这样，吼，所以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是世尊有这个信念啊，你如来，哦，有这个信念，我世尊有咧度众生，什么念头呢？啊，就是讲啊，说要度众生，因为他要成佛，一定要度众生。如来天天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如来为了度众生，可是啊，这个咱袂使做事吼，因为如来咧众生，咱过去就会写成，咱要做菩萨，咱一定要度众生。因为菩萨就是上求觉的下众生，因为你有度众生，你有回报，敢是安尼？但是问题来啦，你咧度众生，你度法对人做，伊若咧讲，你一直咧执着，你咧执着你度众生，安尼讲意思，迄个执着就是你的心无清净啊，迄个执着，迄个执着，这个执
嘛比，这种嘛比，我来讲嘅，就是想法嘅。这个接触，这两年接触来讲嘅是想嘅方面，或者个是叫做梦，叫做梦，伊唔是叫做魂，因为伊接触，你就袂成功。即我讲，咱今日咧度众生，但是真好些叫咱度，但是咱袂使有一个念头，咱袂使这念头，这念头呢，我今日度众生，你度众生，你度的众生足欢喜，你度的叫足胜利，你袂使有这一条。伊即句话就是啥？你要进个实相，你这个实相，你要回归到你本来你菩萨本质就是爱去度众生，你本质就是爱去做这个工作。但是伊后边讲话，因为这个众生这个因缘生发的物件，后边后边讲，哦，所以如来天天说法，为什么为了度众生，可是都袂使讲者？所以因为如来有这念头，所以如来就直接把师傅的。其实《历经王经》1200几廿个迄个名下内底当中，虽然他师傅的是一个当机者对讲，但基本上你讲的1200几，跟你讲起来，足侪人只话，你不得咧度，你讲到我听，度我听，就是度众生，他毋是度众生。你如不得甲你这个人讲，你袂晓这个话。说的，哦，伊就安尼，只好咱发现吼，说的为了你的心意下，如何你有这个念头？你为如来，你为我如来有这个念头，我咧度众生吗？哦，这句话就是伊的佛，就是咱问释迦如来，咱问的是咱师傅的意思。其实问师傅的是当机者，就是咧问互大家听啦，吼，因为大家。那是按如来这说的咧道法吗？其实如来就是发这相，发这执着相。所以咧，无作是啊，因为再次这个说的，你绝对唔能这念头，因为你心内袂使有这个念头，因为我如来有咧度众生，我你我这度生，我执就存在了。你们不可以动的这个念头，如有这个念头，我的思想要起。因为有一个执着这种相，我现在一个人有不满这种相，有我像人相，就有一个众生相，这个妄想，有妄想就马上跑到受者来嘛，那了我这个妄想执着就起，不能正的所以就一定很了解。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讲好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无众生如来度相，是啊，无众生如来度啦，那么不。为什么呢？如来一性不个啦，难得如来不懂得众生情况吗？不晓得因缘和合吗？眼心、性心、眼灭、性灭，当天之空，本来不可定，不可得。如来唔捌这得力吗？所以实实在在何有众生成个道呀？安听意思无？这个众生是方便的概念，跟人讲起来。另外，我觉得众生，干嘛众生不同分？众生嘛是一个名，所以咱刚才公司有讲分，咱老师有讲分，心众生，OK， 分心众生，拢是一体物件，共体的物件，是名所有现象，咱看有点解。基本上讲，什么叫做缘起？因缘所生化，就是众生。咱叫谁？咱叫做众生嘛。那是不能缘起性空，你不了解性空的自信啊！你这不了解从虚空没有了这个自信啊！你这做恶鬼的模拟波叔啊！你都看天星，你都袂牛，唔知你家己有一个波叔，你就是一做恶鬼的自信，那就不是得意吗？当然众生我度。因为众生拢总是一个
起，咱讲比较讲的缘起，缘起，缘起就是哪？众生，缘起叫众生，缘起性空，对不对？那怎样哈？缘起叫做众生，性空叫做缘起，咱打到缘起啊，讲解一下，是人生人什么人，对不？但是咱若归了咱的自性，咱大家所以呢，实无众生，实无众生，如来讲，我如来讲，你大家本来我如来讲，啊如来你看什么？如来你看这个境界，啊咱今日去得到这个道，你要度众生，是因为我借这个机，见机是哪？见机是道教，见机是道，我是安尼样啊。对不对？透一众生我咧度，你得到不了透一众生我咧度，这是对的。所以因缘所生的东西，它是个价值观。我想讲，我係方心聪，方心聪。